至於新歌首播方面，上次呢，佢嚟我哋直播室嘅時候呢，就介紹《讓我與你在這星球》，完咗歌曲介紹呢，佢就話跟住下半年呢，想試新嘢噶啦，試下唱啲 pop ballad 啲嘅情歌，又睇下啱唔啱張曼之。如此緊張你所有神經緊張全日守候，有見兩剔沒回頭，在暗中猜測你那些漫遊，誰把住你雙手，胡亂內幻想不要實據，原是我內心可怕的思緒，害怕分手流眼淚痛入骨髓，只怪我這緊張心裏，如此愛你怕一天失去。誰可緊張勝於我？榮登榜首判困寶座，但冇保釋劇平和，沒戰鬥輕鬆過，卻因為愛螻蟻踏上戰禍。胡亂內幻想不要實據，原是我內心可怕的思緒，害怕分手流眼淚痛入骨髓，只怪我這緊張心裏，誠恐誠惶緣分太碎，飄散落漆黑宇宙，都只因你焦慮。原諒我緊張一個伴侶，成就這大師總陷出堡壘，直至這生無顧慮，80幾歲緊抱你在中開花蕊，狂風來自世間早粉碎。要試新嘢，要變都唔好一下子變到大家唔認得佢，慢慢嚟，有個過渡期。所以咧，監製方面繼續係同 Gigi 合作開嘅一丁監製，編曲方面有 Aeroline。至於創作方面呢，今次作曲揾到 Jude， 填詞方面係小黑張曼之。我哋今日首播最新嘅作品《緊張大師》。